继续来看屏东的小琉球发生着呛水失踪的意外，有2个30岁青年烧酒到小琉球来自由呛水。啥是自由呛水呢？就是无使用这个氧气管、酸素管，是四弯着一口气进来来呛水。装备较简单，但是相对嘛较危险。讲这个自由呛水，方评为世界第2危险的运动。这2个青年长中岛来呛水了后，就无上花。这个海巡署甲警消人员接到通报，随来展开着救援。2早起的7点外，离因呛水的地点找到2个人，也毋过拢已经亡生了。家属等一暝是非常的悲伤。当地协助着搜救的呛水的教练讲，当时可能是一个人先出状况，另外一个人救援无成功，才会2个人做伙来出意外。呛水味失踪的2个查甫人总算被找到啊，不过已经无开啊，等规暝家属非常的伤心。失踪2个人甲朋友为北部罗南到小琉球去呛水味，出发前佫翕这张相片，看出来真期待。不过昨早起2个人出发到三福港时，到暗时拢无上岸。做伙去的朋友怀疑讲可能已经出意外，赶紧就报警。海巡甲警消人员随透暝找人。海上一颗浮球，海上一颗浮球。昨暝无找到人，今日透早当地协助搜救的呛水味的这个教练7点45分发现2人卡伫这个石头顶，已经无开氧。水流不大，他鞋是对称的，就人是往外，头部是往外的，所以是有一个出问题了。那下一个可能就是比较资深的可能要去救另外一个。对，有可能是这样子。沉落去的船边仔，还有鱼仔伫收水，袂输是电影场景。这就是小琉球真出名的呛水点——三福破沉船，嘛是这摆出意外的地点。在地人讲，这真有特色，虽然有真侪人会来这呛水味，不过落水一定要细致。比较好，人家比较喜欢来看那奇奇怪怪的。你以为去吧，你无要经验，你唔知避免水流啦。伊都无经验啦，伊电管看不出来，看不啥出来。经过了解，出意外2个呛水客，一个姓李的查甫人32岁，一个姓李的查甫人31岁，2人学呛水味已经超过1冬啊，拢有白，拢真爱运动。其中这个姓李的查甫人，佫是一个体能的教练，想不到这摆2个人做伙去呛水味，煞出意外，然后家属无限的伤痛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。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